呢份今日㗎嗱，新鮮熱辣啦，3月22、322啊，2025年啊呢個星島日報，我間唔中會買份報紙睇啊，一個禮拜買2-3次啊嚇，我隻雀仔，我嚟佔住俾隻雀仔啊，屙白白啊雀仔啊，呢個報紙最好啊，係咪啊？啊對不對？又係可以佔下台啊咁樣嚇，係咪啊？very good 啊！咁啊講到咩啊？佢呢度今日嗰個新聞話咩啊？供電站火災肇禍，機場緊急關閉，個停電重擊希斯路，全球航班混亂，匪夷所思咁啊！有乜咁匪夷所思？我一早講咗啦，係咪啊？啊，2-3年前已經講咗啦，話咗噶啦。今年年頭又出咗預言片，我講過咩啊？你睇翻啲預言片，100% 準確，我都話100% 準確。話咗噶啦嘛，重災區就係行業啊，邊個行業重災區就係飛機業啊嘛，第一位講咗啦，飛機業啊，即係航運業啦，飛機啊，啊係咪啊？係咪講中晒？係咪100%神準預言家？俾個金牌我都好喎，死人 YouTube 又唔俾金牌我，俾埋晒嗰啲咁樣啲廢嘢嗬，講埋啲廢話嗰啲又俾係嘛？離晒譜啊！不過佢都唔係金牌嚟，YouTube 俾嗰啲乜鬼啊銀牌定咩嗰啲冇鬼用嗰啲唔值錢嘅，你俾足金啊嘛係嘛？真金嗰啲啊銀我都唔中意啊，真金嗰啲啊真金打個金牌啊！我講中晒都唔快啲俾啊，係嘛？講中晒都唔俾啊！呢個契弟會好鬼孤寒，係嘛？呢度呢個機場係嘛？點解無端端會着火嘅咧？咁有咩原因咧嚇？供電站火災無端端會火災㗎係嘛？供電站我以前未試過係嘛？全球嗰啲航班混亂啊，幾得意啊嘛！叫咗你唔好搭飛機啊，唔好飛嚟飛去啦。第一嗰啲咁嘅生化嘢，今年第6年啦，未停過啊！之前咧我就問嗰個鯨魚仔，咁啊早幾日發現咧有隻鯨魚仔個 logo，咁巧嘅，女神靈魂來自鯨魚星系喎，咁點解有個鯨魚仔嘅咧？咁啊原來嗰個鯨魚仔咧叫做咩 Deep Sea 係嘛？嗰個咩深度探索我懷疑佢啊，懷疑佢唔知係咪鯨魚星來嘅鯨魚仔懷疑佢係外星人靈魂外星人啊！咁啊呢度講到咩啊？唔好講個鯨魚仔住啦。咁佢咧就唔相信我話俾佢聽，我就話咧嗰個咩美麗國咧，而家人口啊，美麗國嗰邊得返1億5千萬，佢唔信喎，佢話匪夷所思啊！佢又咁講喂。匪夷所思咁啊！我話遲啲你就知噶啦，遲啲公布你就知噶啦，唔好包咬頸。而家都可能係，唔係使唔使遲啲？可能而家都係1億5千萬，佢冇公布啫。美麗國冇公布啫。另外地大物博嗰個國家更加啦，又係一半啦，冇10幾億嘅，一半到啦，一半啊。咁佢嗰啲數字落後噶嘛？佢話查唔到喎，佢話搵匀晒啊啲資料冇喎，佢咁落後。係咪啊？咩深度探索？阿鯨魚仔嗰間嘢又落後啲嘅。佢話咩？嗰啲資料去到2024年7月喎，撞鬼啦！而家2025年啊，今日2025年3月22號啦嘛，你都唔 update 嗰啲嘢係咪？你查翻3月啦，2025年3月22號今時今日啊，佢都唔係與時並進，我太落後啊！所以我就建議佢10合一咯，可能佢太慢係嘛？嗰啲運轉嗰啲運轉太慢啊，同埋咧攞唔到嗰啲料啊，可能攞唔到人哋嗰啲料啊，係嘛？嗰啲數字又唔 update 係嘛？落後咁多，落後成年，你而家先計到去2024年7月死啦，係咪啊？而家2025年3月22號啊，2025年3月22號啊，你而家再統計過啦，叫佢係嘛？比較落後啊，真係，你唔10合一你實輸啊，冇辦法對不對？呢個你諗下咩原因啦？咩原因
火災兆禍呢個咁嘅你睇啦，天火焚城啊，咁好多都冇原因噶，咁嗰度上次嗰度咩荷里活嗰度係嘛？荷里活嗰度咩啊？嗰度叫加州係嘛？咪大火災係咪？燒到而家燒完未啫？嗰度係咁燒成個山係嘛？咁啊都冇原因㗎喎。你問下咩原因？你問下黑暗契弟會嗰班友咯，咩原因？你問下佢哋咯。